中市的西區昨深夜11點外發生着搶劫案，一個查甫人摸真濟現金，互人對咧拍，對方佫開車要甲擋，結果這個查甫人走甲跋倒，錢是滴甲龜塗骹。警方趕到場，抓到涉案的3個人，原來是烏食烏，因攏是詐騙集團的成員。兩個查甫人咧走相約，穿白褲，這個查甫人想要搶走這個大卡牌啊，穿烏褲，這個查甫人一直反抗。這時有一台白色轎車碰倒平，弄到烏多擺擋住去路，穿烏褲這個查甫人捧現金想要走，也毋過想要到煞陣咧跋倒，1000塊現金賣出天女散花，落甲滿世界。地點佇台中市的西區真鬧熱的向上市場附近，當時附近佇食飯的民眾聽講有人搶錢，趕緊衝進前到壓制這個穿烏褲的查甫人，佫好心扣錢，初步估計金額超過100萬。我們聽到搶錢，我們就幫他抓住那個人啊，他們全部都錢嘛，然後我跟朋友就幫他們把錢撿一撿啊，就放到他們的賓士車上。代志發生伫昨暝11點外，兩個查甫人公然搶劫，互民眾驚到。警方接到消息了後，趕到現場，將這涉案的3個查甫人攏帶回去，才發現講攏是詐騙集團的人。名姓男子為詐欺面交車手，當日前往台南與被害人面交。李姓男子為上手指派之收水，並夥同陳姓男子前往收取詐欺所得贓款。雙方因金額認知落差，與道路上發生拉扯。初步了解，被害人被騙150萬塊，車手收到錢了，想要交，敢若是金額唔對，懷疑是烏食烏。這冤家兼相拍，意外和這個詐欺案來現光，警方將會繼續追查，要破這個詐騙集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